燕的批信，单语函。我近青破嘴，你咧想什么？我咧念什么？请海燕听阮的心，目睭刻刻，时钟渐停，听着细粒沙轻轻喷伫面皮，免出声，海燕知影。外洋的风波浪过平静的海面，呛起身，吞润的情绪伫空中散开。这伫目眶的是海燕送予阮的批信，无论倒位去，爱回想起伊的假释。冲击破碎，点起点起，海健的脚印，坚持伊的目的，拢毋惊雨水淹去。风影过去，重新徛起，更新的心意。脚步毋免着急，万事拢有伊的时。拍开心门，享受生活中的酸甘甜。等待有时，望有时。当月头看见，疼痛悠远，围围我身边。眼丝前的水。永远留伫心肝意。2023年9月1号，伫要迎接新学期恐怖的行程表进前，先带 SM 团体做伙去金轮旅行。伫一个单纯的小镇四界行踏，探过一个墓坑，眼视前。是恬静的海岸，平常时开讲袂停的阮，这时四散伫海沙堡的无同角落，有人徛咧，有人坐咧，有人咧听海影，有人咧烤水批，大家敢若拢进入个人的世界，竟然拢无自执，甚至无人招要翕相。毋过回头看。身躯边的灯盘悠悬伫遐，毋捌离开。我行到远远的所在，用上快镜头，甲大家背影翕落来。我想，这个剧中有散，散中有剧的景致，就是今仔日上水的画面。当去旅社了后，阮做伙分享今仔日的心情。发现大家拢有收到海燕寄来的一张批，有人听到海燕雄光咧唱悬的时，有一幕仔是恬静的；有人感觉海燕听到伊心内复杂的情绪，目屎就安尼流落来。若我收到迄张批，写8个字：冲击。破碎，点起，定起，这敢若是一种对人生的鼓励。想要成长，是人世间上普遍的愿望。读大学了后，我真着急要确定家己是啥物人，有啥物才调，行程表愈排愈满，拄到的挑战嘛愈来愈多。看海燕起起落落，我替家己做一支预防射。破碎有时，
望有时，天气嘛有时。上时，高阳的海葵风台渐渐地挖进台湾。伫阮要转去的前一天，南回线宣布停驶。阮就安尼，互风台关伫咧后山，加歇3天。拄开始，阮不时拍开台铁的目站，若有票就紧抢倒来。毋过，煞一届搁一届，互停驶公告退回。伫即段进无步、退无路的空白时间，阮开始查经分享，做伙看窗仔外的椰子树摇来摇去，望伊莫倒去。伫无雨的时阵，出去行行咧，甲在地人开讲。这段加写3天的故事，互阮体会到，阮无法度把生命中的每一件代志拢控制好好势，都要学习放落着急的心，活伫现此时，好好啊听家己的心声，好好啊团契。真感谢上主，阮伫9月5号平安返来到台南。这场生活营嘛正做阮永远的提醒。这首诗歌送予迄时伫现场听海影的阮，也送予平常时无闲试试、拼死咧过生活的咱。